跑法有上限吗？细间丽影57秒最稳跑法，此跑法熟练后可以去看我之前的51秒。开曲左侧蹭墙，悠一下到加速带上，再悠到前面复位，走右边跳悠一下，直接跳过去，跳悠到前面，走下面，蹭墙悠一下，继续蹭墙悠到风圈开滚动，悠到前面平台，11个风圈，悠一下，跳悠一下，跳悠到前面台阶，跳悠到前面，直接悠到前面，继续悠到前面平台，悠到前面，最后蹭一下平台边上，再蹭墙悠到前面，蹭墙2下进风圈开滚动就拿下了。